那其實推是有本 N 嘅學習嘅通後，有舉辦兩個各場比賽，該兩是動員那都體育名嚟嘅。體育名，去當然比賽。啊，吃到那種原住民的吟唱那種吼嗨嗨，聲音一出來，我覺得就不一樣。太客家了，太客家了。老熱到你台，老熱共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阿峰哥哦。哎，吉娜大家好。哎呀，也來到呢流行歌曲組嘅保美爭霸賽，厲害，V面長官嘅賈斯汀，大雕客家大雕，哇，大雕佩服佩服，真的。哎，佩服，哎，官真的，哎，我真的四處去跟人家講，哎，然後我們節目現在來了一位米國來客家人，哎，很多賈斯汀，然後我跟他們講的哇，多厲害，多厲害，多棒，這樣，真的很厲害啊，真的厲害啊，真的懂厲害啊，係啊，佢熬絲衝過都很厲害，對於客家又暗有心，真的哦，對啊，你壓力好大是不是？不，壓力我跟你講，壓力比較大，而且你不要，你放輕鬆就好，不用強。你之前還會去考什麼客家認證啊？有沒有哈？還有客家認證考完，可能還有一個什麼新傳師，對不對？我剛剛聽了那個蒼永行蒼告中共，因為他也是客委會的評審委員之一啊。他裡面就是如果要有規章規定哦，如果要成為新傳師的話，你只要在2大歌唱比賽有冠軍的這個獎項，你就可以自動直接就成為新傳師。歌謠類的新傳師，一個是竹東的田傳印，一個就會安尼客家鬧熱大擂台哦。所以如果你時關過了，你就是新傳師，你就是客家新傳師哎，我都沒有呢。很多很資深老師們都沒有哎，沒有啊，我沒有人有哎。哎，這自動就是把你升為客家界的新傳師。對啊，好不好？加油！剩一半，好不好？哈，加油！我相信你可以的，真的哈，好不好？好。好。啊，今日沒有來一位新的參賽朋友，唔係創作樣板啦哈。看似還好，不是，看面兄弟比創的好呀。我告訴你，愛內含光啊。人不可貌相，摸上就摸上，搞摸一上就打爛行啊！真的哦。哎呀，好，來，介紹你評審欣賞。好，歡迎葉家秀欣賞。許思斌欣賞，羅桂麗欣賞，總飛欣賞。進行比賽啦哈，第一位參賽朋友係乜人呢？新嘅朋友來自新竹戶口，黃真凱帶來阿妹嘅松鼠。來，彈好啦。強強天氣，阿妹嘅松鼠，真真的看阿妹嘅面容，無情歲月不留情。點點滴滴嘅生活飄退路，為情走情感路，為情高粱肩負，你唔驚風霜人路。手強船來訴苦，水鬼太阿妹給伊松樹。
谢谢。两位主持人吼，蒙泰国吼，人不可貌相，真的哈，冲得清哈，真的，真的讲真的哈，你要配合演出一下，假装在偷偷讲。因为这个主持人他讲话就很有道理啊，对啊，确实我从小到大呢，这个脸型就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哦，其貌不扬。但是呢，哪里其貌不扬？但你不要乱下结论好不好？但是哈，今天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对不对？把我生下来，哎呀，因为阿妹特别动辛苦啦，出社都该农业社会，全部会做，全部8代8年在做的，有谈过安尼，该是吗？供黄的时间，供出来时间有几度，系嘛？有几度唔系几度，迄8年按不到啊！讲，你长这样哦，你长这样很适合去哪一个节目，你知道吗？哪个节目？风神无双。对，节目对，好听了哈。我今天早上来，我可能第一个来啊，因为我从福口来，搭第一班车是7点21分就。从福口搭车到这边，那你不就很早来等华视开门哦？还没有看到人，那我在想说，要不要笔记再登记一下，看哪一个第一名呢？给他奖励一下啊！结果没有看到啊，让我很失望。啊，什么第一名？什么第一名？来报道第一名的啊，闹到第一名了，有奖品可拿的嘛？对，不然送一件闹热打擂台 T 恤给你，跟我们叶嘉修老师穿的一样，好不好？你要不要去立法院哈？去立法院门登记一下，看哪一个立委这样，嘿，第一名这样，收你逼神制作。那下次要跟立法院报道了。哎，好玩了，这个大哥，之前一直就是想讲的，赶快把它讲完，打不断呢。怕下礼拜讲不到了，都抢着这个主持人他的话，一直抢了，他还没讲，我开始讲。没关系啊，你讲啊，你讲。不过让他有一点印象，就是说，哎，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结果还很会讲话，还侃侃而谈的，一鸣惊人，真的厉害。自己讲完还自己笑自己 Q。对，好可爱。冲色的哈，像那个闹捏大旅的给嘉修老师 ，TP 做2-3步嘛。哎呀，根本冲过，我是实在讲，你要讲冲过啦，哈。你讲好了，讲时间。好了。哦，你基本冲就真好。我感觉是讲，你就感情吼，不用深度，不用嗨。不过，你实在讲，唱歌就唱歌嘅技术啦。所以你开始家，你唱歌嘅歌词吼，你莫要去处理好些。比如讲，它的段落你要把它处理好。像第一个是轻轻牵起，阿妹给松树嘛。那松树的那个松，你的发音不太准哈。你是唱松，对，听起来就变成阿妹给松树，就那个松的咬字没有咬完，是不是？强强牵起，阿妹给松树。还有哦，你尾音都要太冲，你拉到很长，你想把它唱到满，然后再接着。再唱后面传统式唱法，但是问题是你冲的够多了，到后面你就没有来不及唱，那呼吸就转得很快，所以觉得跑开出前摸掌就能降的是，你要降一出来就慢一出来，降一出来慢一出来吼，就是打怂啦。不过吼，我感觉讲，你就要用个机会哦，练习讲喊白过来那就不得了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讲你今天不会过关哈，那只是公公，就是说，我觉得你如果有机会，你一定会表现得更好，因为你弟有经验以后，你就要这样，心态要怎么放得平衡一点，从讲话啊，你就算讲话嘛，个没咁讲，你从过家就讲，哎呀，讲你还就唔唱么，你还就踢讲么，你还就摸哪唱么，太小心了。嘿啦，你弟爱就是了哈，所以加油，好不好？好。做的嘛，凯哥。好，那这个难得的这个机会，然后教授级的来跟我们指导，让你讲一下啦，不讲他啦。对呀，谢谢。看本书嘛，啊，谢谢，看嘛啊。好啦，欢迎阿凤，先看一个本书。第5季文。
留下来某一轨啦，有一些边哦，有一些边嘿。好，系啊，你把油讲出来啦，哈，系嘛，差不多。系啊，哦，还有几笔留下来吼，哎呀，韩一百张这贡献较多都会发来吼。好，OK， 安子生，谢谢安子生，多谢，谢谢，可以哈，好了，撒落去，李小雨带落，蔡雅薇给理由，来，等我啦。无边无际，深暗为梦，穿绕层层为地。爱生一梦，一切莫买穷容。什么？棒啊！哎，你真的很棒啊！你也很棒啊！你是我的偶像哎，我很棒，大家都知道。拍谁？不好意思，没有了。说你很棒的时候，你要说对我就是很棒。I know， 懂地。对啊。哎，两条狗的表现都有嘞。两条狗哎，毛好冲嘞，真好见的狗哎，好美哦，很有味道啊，很有味道。真的很适合演唱这种比较文青类的东西，有点 jazz 风格的狗哎。哦，做的表现很多时候。而且他就在百老汇纽约上过课的，所以懂事哈吧？啊，懂事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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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講你要夠凍難衝，因為該整下佢啲歌嘅冇全部都難衝嘅啦，係都很難講哦。本身咩講會了嘅嘛？係啊，因為我跟着猛點這樣查，想到你去牛班嘅牛咯，你個牛班衝一隻查哎，对的，什么事情都很困难呐，包含这个人生这一条道路，哦，或演艺圈这一条道路，对啊，哦，任何道路都有它的困难度嘛，没错，但也有它让你值得努力下去的理由。你不要哭了吗？是什么？你要哭吗？对啊，我讲了什么？你又要哭了，害怕。是，我想你两个经历一定懂得，你到底是什么动力会想着让你一直往这个方向去走？哇，因为台后是可不小心就考到戏剧系了。该毕业后自己都开始花了4年的时间来走那件事情嘞。但那我们不试试看？然后一做下去之后觉得，哎，好像有更多可以拓展，就像现在来上闹热一样。哦，每个礼拜回家都这样。
唱歌该怎么办呢？音乐该怎么处理？刚才抓了贾斯汀，问他说：“哎，那个你到底音乐是怎么处理的？”这样，是动豆，它很像结束处理什么音乐，就是像音乐上面。从爱音乐动红爱启动爱跟着音乐的 flow 走的观念比较不好，节奏感觉比较。刚开始我们贾斯汀总讲，牛曼音嘿，牛曼音以后你很牛曼音联系这样，还好他现在是我的老师，我讲真的，最佳战友，对最佳战友。再过5关，他就是我们客家的新传师。对，他就是新传师了。等我地位美籍客裔新传师。哇，我大新闻呢！大新闻呢！大新闻，真的。我们上头条可能就是因为你当新传师啊。对，我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想要把他干掉这样。我说我现在有点摸，暗涌以后，暗涌以后要有竞争意识。我们总是把愿望许得高一点，然后慢慢来，慢慢来。就先稍微放水，先让他过嘛。不要啊！我们还是要有那种礼节啊，对不对？人家外国朋友来到我们，不是他在台湾人，他已经住10几年了。他已经台湾人了。两斤香蕉不散来时，尽量把他干掉。好了，我们许愿哈。啊，许愿了啊，冲水了，反正努力了，好了，视频欣赏，公平哈。哦，讲到稍微要戴上眼镜。啊？没有说眼镜了，因为佢创个档好正經，講實在哈，上來知道也幾擺來創過嘅時節，讀到那從頭擺開始，頭一擺看到創到 Hellboy 來看，我知道一次當緊張。一直當緊張，不過呢，近邊看到人用一種較切嘅想法來創作時間，我知道對我來講係一種感動，所以人嘅上線也好，就係講我頭擺人講，我當戲服人嘅上線，人嘅上線係一種很迷人，有一種 charming， 就很想要多聽你講幾句話那種感覺，哈，非常的感動，尤其喺近邊以前藝術歌曲，咩當對到人嘅迷思，所以一講。藝術歌曲嘅表現來看嘅話啦，學人講藝術歌曲表現來看嘅話，藝術歌曲嘅精神基本上唔係要做到嘅啦，嚇，基本上唔係要做到。喺講我唔本默嘅建議嘅話，因為藝術歌曲它帶一點 jazz 風，那又有一點慵懶風，所以唔可能喺我聽到嘅感覺嘅話啦，嚇，除了剛剛講嘅優點之外，喺高卡做得高卡沉的，去聽嘅藝術歌曲嘅帶，整個底。那它的底的架構，你如何跟它貼合，這個才是很重要。唔係顧窗聽哦，藝術歌曲它不是只是把你自己的聲線表現得很好而已，你還要注意到它的底層。那我剛剛在唱之前，我還在聽它的原版，一直不斷的在聽。可是當演版小康老師本人樂團的部分的現場又冇嘛重要。所以你必須要判斷呀，它本來底層的感覺在哪裡？你必須要想辦法把你的聲音走在跟它貼合的地方。你這樣有可能老亞嘅on講 slow jazz 呀，這種 jazz 風的感覺，才可以發揮出那種慵懶風。某一發呢，你會站在一個很高層的地方，可是下面的雲在飄，可是你沒有站好你的位置，所以你會覺得是兩片東西不一樣東西沒有辦法合在一起。這個是比較。我知道你需要去個感覺，因為亞個歌曲嘅咪思來看嘅話，我覺得非常適合你去調。下一班個唱整下佢嘅歌曲，我知道唔會要難為無窮嘅咪思。唔講唔見俾演繹真件當好，當然也係比賽啦。講到安陽，彩排也不過1次2次啊，但是已經可以到這種水準，我知道當強誒，真件。好，感謝，謝謝，加油啊！謝謝，如釋重負，大體上是很棒的。來，看分數，來，看一下李修一個分數。是個有壓力的分數。哦，94.5分啊！希望 relax。哎呦 relax，take breath。深呼吸。你公子，走要深了，动我，你死僵啦！哎呀，持平就好。好，恭喜，謝謝，加油，表現了以後哈，怎麼樣？
没有啊。你紧张啊？不是，我现在要欢迎接下来这一位，我们永远的大老二。奇怪，传统组也有一个，流行组也有一个，奇怪，好好玩啊！闹热没有他怎么办？对啊，对，我们闹热这个镇台之宝啊，两朵花这样，对，两朵花来。沙雷古秋天带来阿妹嘅心意，弹过啦。有缘人在何方？每彩风中心风风。你会讲？对，讲哈。今天就是阿妹的烟梦啊。对啊，是阿妹的烟梦。哦，有还要上啊？有啊，有啦，就脸不要看。香港田径隊是有本 N 嘅學習嘅同學，有舉辦兩個高場比賽，該兩是動很遠，那都體育名嚟嘅。體育名，你當然比賽。先生，各位编排先生好，两位主持人好，还有给妹讲哦，对，讲哈，今天很帅哦，所以今天就是阿妹的烟梦啊，对啊，是阿妹的烟梦哦，有没有还要上啊？有啦，就脸不要看，脸搭配相得益彰啊，怎么样？脸比较老了，脸老，这是岁月的痕迹，对不对？这是一种历练，对吗？对嘛哈。罗哥的历练，你看多深刻。哦，对。哎，罗哥有以后啊，这样很好啊，因为现在很多就会，因为医美很进步。哦，对。啊，黑毛，他这个其实返老还童是很简单的。这几年受到关注以后，其实好多医美中心来找我代言。很多毛呀，我们不敢啊。很有，你怕痛吗？这代言，要不然就是完全不用费用，什么就是帮你做到好这样子。哦，真的哦。我说我不要，我还是自然就好。自然就是美，不得已。有没有啊？对，支持也
演员。我要最需要做的是谁，你知道吗？我们叶嘉修老师。哎，嘉修老师已经是国宝了，好不好？国宝要有国宝的一个那个样貌嘛。但我觉得医美中心可能不接，这个太困难了。这个要花很多耗材啊。不会啊，嘉修老师很帅啊。对啊。所以嘉修老师从年轻到现在就这样。嘿啊。他没有变，真没。还有上多脸，还是上的穷？就上的穷样子。还没啊。我穷谁就上那样啊？没有，你现在比较瘦了。刘哥，你今天怎么对我那么好？可怕！对呀，我今天突然，我上厕所。他今天就在厕所出来，哎呦，你有腰嘞！哇，你有腰哎！好像他第一次看到我一样，很奇怪哦。对啊，你们带一条狗的愿望，你有什么愿望？我的愿望让大家穷荣啊，愿望希望世界和平。世界和平，莫有战争，莫有天灾，莫地震。像你按地震东顶影响，对。地震吼，你看唔知真的是地震还是跳那hin啊？搞不清楚糖都紧绷身子会这样啊。我都会看旁边的水壶。那个水它有没有在动？对。甚至要放杯水在旁边。地震哈，平安呐。对，大家家庭幸福美满，事业顺利，真爱心愿。对，阿弥陀佛。充实了。我们现在要请老师来为秋婷姐开始唱《国礼大师来，开始一下。先生好，先生好。我知道人家歌声一出来，本来听的感觉就讲，我知道当你唱歌当方形。你不会出错，你是属于那种，你会需要嗰種練歌練得當標準、當好、當完美的一種學生誒，也就是講用學生來形容的話，你是乖乖牌，你的聲音是乖乖牌，你的表情各方面都是乖乖牌，你個技巧咩係乖乖牌。用運動方式來，尤其企在呀比賽嘅舞台當中，身為評審，我會試過講，你這一關你很容易過去了哈，至少你不會有太壞的成績。但是呢，相對之下，本人的感覺就會挺平的、挺出的。其實唱歌有兩種方式來唱歌，一種係用你自己嘅天生嘅聲音來唱歌，另外一種就係用你嘅聲音嘅表情來唱歌。有兩種因素全部當中嘅哦，你也屬於前者，你是用乖乖牌的聲音唱歌，讓人聽得很舒服、很放心嗰種嘅。但是呢，如果你要再更精進。我做的本意就會建議就講，像我前面講嘅，用聲音嘅表情來唱歌。聲音嘅表情包括乜嘅？包括人嘅溫氣，包括人口氣嘅強壯，包括人眉眼嘅收放等等的。尤其今面唱一首歌叫《天堂嘅親密機》副歌，劉神一來幫忙來保佑，然後保佑兩隻詩中間，你的換氣出來了。你自己有發現嗎？有，很唐突，很突兀哈。这个换气点就会成为你在比赛上面会被扣分的地方。那可是到第二段你在唱同样这一句的时候，没有了，你换气点做得很好，所以没把这一些小缺点注重一下，修改过来，然后让自己更懂得处理自己的声音，让自己更精进，成绩就会更加好。我不愿意建议哈，加油！心路先生，好，躺在这了啊。OK， 好，那就加油了。好，那回去做了。我们拿关本出来。可以啊，顾秋婷嘅本书。心路先生。是永远的大佬，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退步了，他是93.5专业户，那你就要加油了，自己加油了，好吧？好，这些也可以哈。好嘞，沙落喺二面二帶落草莓，來彈啦。人为爱，伤
电影下一格哦，欢迎于刚雅。不是，你不要每次人身攻击好吗？不要这么没有礼貌，真的。赞，就是要这样。对不起。哎，行个礼，没关系。放个屁，臭死你！好中二，奇怪哦。哎，不会啦，眼睛瞪一下。以前是我们的长官呢，他在课台有实习过呢，对啊，对不对？对啊，也可以有生杀大权。后生那个提息计划，很猛丑，很厉害嘞。跟客家天使队底部都比赛很得名哦。哎呦，你得哪个名？动前人啦。得到哈比赛钢牙的名。哎，你够穷比赛。那他已经冠军了，没啦。哦，歌唱比赛啊。嘿，該兩是客家天使隊是有本演嘅學習嘅通學，有舉辦兩個歌唱比賽，韓國師傅發嘅比賽。該兩是在歌唱比賽。佢有本國人組，韓國團體組，係，我自家係國人組嘅，係，該兩是那度漢族的嘅選擇，漢族的是馬家生節，該兩是東漢人那度體育名，體育名，去東藝比賽，係全部的實習生，全部哦，團體在比嘛該啊，合唱團哦。我可能記得係對唱這樣子，在屋頂唱着你的歌這樣。在屋頂唱着你的歌。你看他腦波好弱，隨便講他就 Q 起來。這個憲哥講說，他每次唱到這個歌，他都想吐了，因為唱太多遍。哦，太頭拜了。對啊，係啊。哦，那你如果唱到無言結局，會想吐嗎？唔會啦，清風太彈，太幾個喜歡嘛。那首歌是讓我在歌壇奠定基礎的一首歌，奠定天王的，對不對？沒有，不，就是讓大家認識我的第一首歌。第一條歌哎。對啊，感謝那首歌，怎麼會吐？真的。對啊。好啊，拍彈，幫老人家拍彈。哎，哇，第一名呢？哎呀，這麼簡單呢，哦，很優秀。對啊。馬該歌哎。草莓嗎？臭莓應該唔係，草莓係200張臉嘅。哦，200張臉呢？今天你這個歌，你崇拜唱歌冇咁樣，什麼特別之前來的時間哈，上2禮拜較久嘛。嘿，較緊張。緊張啊，今日較飆哦。今日較飆哦。係啊。大潘咩黑啊？他出來，他整個比較出來，有沒有？哇，你今天已經露肩了，你下一次會不會露肚？冇啊！他今天是配合他今天的心情。哦，代表佢根本嘅心情臭美豐富，然後戀愛的心情。好啦，衝出來，來，搶飛情商的公平哈。講給明儀，你好，欣賞好，你的嗓音跟你的人共用就是很可愛，好，定音下，好，你的聲音非常的適合董事合藝術歌曲，我覺得選得非常非常的好，好，那給明儀唱歌嘅部分，我覺得也比上一次我覺得更加的進步，就像羅哥說的，真的是更進步了。除了就是一開始的下歌，整個人嚇了一跳，但是還好。好，我想跟你說，那個泰嘎開始，同樣一個音，開始，你以後唱到同樣的音的時候，記得開要定住那個位置，是，你才不會開始，你的是就快要上不去。好，你後面幾個每次這樣的音，你都有這個
同样的问题。所以你只要2个音是同样都是高的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第一个音在哪，第2个音都要打到哪，然后你才会稳住。这个练习的时候就可以去练习看看。让你的手帮助你都可以。好，希望欣赏。开始帮助你都可以。好，再来就是咬字的部分哦。你那个慢听缝，你要念清楚，那个缝不知道念什么。好，那个咬字，咬字是每一个来比赛的选手们，你们都要特别注意的那个咬字。好，咬字一定要把嘴巴咬完全。好，那个缝，我觉得咬不清楚会以为你唱错字了，可以再回去。练一下看看，点播练就觉得不错。哎呦，不错哎，重新上哦。好，来看分数来。欢迎他以每一个分数。好，哎呦，没问题。的粉丝很留下来呢，加油加油！美加油哈！好 ，OK， 好，下礼拜看你精彩的表现哦。OK， 老师的话消化一下。好的。下来係你嘅委員長，美國來嘅客家人家時點帶來3個。嚟，彈過來。鬧熱打擂台，鬧熱衝下來。哎，以後給你唱 opening 好不好？
对，唱的比我们还好，我靠，不可能了，真的，我唱的是看你的版本啊，最好是我们的版本是歪的。这你根本就不是美国人，你根本都客家人呢。哦，有个版本嘅样板，还有哇啦，还会这样。还应该 KOD。这个我真的好，你比，我觉得你比那个有一个对吧？俄罗斯那个唱台语歌的那个还厉害。哦，他还听得出来有那种外国腔的感觉，你是没有哎，没有吗？你没有外国腔。你没有外国腔，你完全没有没有外国腔，我可以有，你不要有，不要有，你客家腔就好了，好不好？客家腔哦，有。第一次听这种，听到热血沸腾，是不是？不是，但我真的是因为我现在是我每天在练客家话，然后每天在听，所以我现在要上客家话讲啊，用客家话呀哈当日。唐客家歌，一下係民意大業學客家話，故所係時送節目嘅時節，你就會講客家話？對。我唔錯，唔係客家節目啊。我講一個故事，然後說，我下禮拜要做什麼什麼，講禮拜的時候，我下禮拜，然後我就被笑。他說啊，外國人還是有強調啦，你看，我說你沒有跟他講說我客家人。那講一下，你講客家話。對啊，對不對？他們唐詩呢，你就可以也分不清啊，對。對啊，馬上我們客委會就重用你。真的，我現在覺得，我們客委會、客家電視台這些長官們，如果真的有看到的話，哦，拜託。以後我們要做大戲，你就是外國來客家傳教師，我都幫你插好。又是傳教師哦，傳教師，外國人不是都來傳教？我們要有一點創意啦，對吧？然後走嘛，不然外國人難道要教英文也可以啦。我來台灣讀書讀大學，還出來當主持人，我還要當傳教了。那講周一開始有說，如果有一個角色讓你演戲，對不對？像茶經那種大戲，對，茶經我有演，你有演？我有演，但我的戲份都是英文。哎呦，那可惜了，嘿呀。哦，如果改天，比如說有一個在台灣，比如早期這戰爭時期有沒有美軍，然後留下來的種，然後剛好升到客家人。然後跟一個客家妹談戀愛，對，然後生下了種，然後就是你，然後他打完仗，然後回到美國去了，然後就留下來。這不行，這沒有客家臉。但我很不混血。對啊，他很不混血。啊，他就是屬於很不混血的那種客家人啊，對嗎？我只有打敗客家基因的美客混血。來，充實了強家修老師，太佩服啊！賈斯汀實在是真的不錯啊。不過今天哈，我要講實話啊，老實講啊，我覺得你這個歌調有點定得太高了一點點啊，跟你的那個痛感覺上，因為給衝有點辛苦了哦。比如說三個六這個地方這個是一個客家的一個很特殊的滑音，然後都這個音你要很平均的漂亮滑上去，可是你每次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一到這個高音，你就變三個六，馬上就上去了，就沒有那個三個六那個很優雅的客家味道沒有了，扣一點點的哦。沒有，我的意思不是說真的扣分，而是講就是你。因為你把標準定太高，我覺得你可能是學雨薇的，你照他的調唱，那基本上對他來講，他本來就是這種他很爆發力很強，但是你在唱的時候，你就覺得跟上去的時候，你沒有辦法把在你的能力方面，你沒有辦法那麼帥的把那個客家的東西甩上去。那其實我下次你在唱這一類的類似傳統山歌的時候，你要記得那個甩的感覺，就是那個採茶歌的那種甩的那個感覺，你要創出來。今天我覺得呂德大宋是呂德這個地方，因為你每次都很辛苦的要把那客家味唱出來的時候，少那麼一點點的味道哦。因為大宋啦，對我是覺得，當然對你就是要求會比較高嘛，哈。然後可能是因為這樣子，所以你有個地方就唱起來有個字怪怪的，就是心唔開那個地方，開
心不开，可是你唱成是有点软的那个意思了，听起来那个音就是不是很好哈。那唔怕，我的意思，俺意思讲，因为对你来讲，真的已经很棒了，但是做到这个程度。我也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至少让我们当评审可以挑点毛病。可以，不然我们就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对啊，还是一定要挑，对，就硬挑毛病也不对嘛，所以你会制造一点毛病让我们挑嘛。感谢你哈，啊，今天真的很棒，哈，继续加油，好不好？好，谢谢。不只是歌特别，你也很特别，真的。哦，哎，像谁会一路都不同。坤子说啊，是，对，看你有没有这个命格啊？没有，他唱歌，我很喜欢他唱歌的声音。对，他今天真的表现得很好。哎，真的。那你今天真的有？他今天这也蛮厉害的啦。不会啦，他也很棒啊。可恶，今天就看。没有，我就说我们两个以后也要合作了。没哦，真的哦，真的，合作啊。有几批做的，哎呀。哦，做的啦。因为每一次到第5关的时候都有一个魔咒。对啊，他已经过，他今天要看有没有过5关魔咒。对，来。哦，会啦。哦，可以哈。尬死点个分数。路人通做。虽然係學路人，但是今日唱到冇乜嘅學路強。雖然要比較下小心嘅，一絲都嘅唱，嚇，但是呢，雖連貫起來還做得，好非常嘅成果很好了，好，所以我給你分數蠻高的。可以哈，尬死點嘅分數。多少？哦，公關嚟啊！哦，謝謝。好來，唱抽中 V 面在保密，恭喜賈斯汀連續 V 面6禮拜，恭喜哦！哎，也來到傳統組嘅保密爭霸賽，呀，喺邊面就喺邊面兩冠啊，林杰雄，林老師啊，林老師，繼續做下以後加油啊！哦，對，啊，今日參加朋友就雙禮拜共用，哎呀，對啊，就票數冇關啦，哈，大款留下來，你們加油啊！哦，睇時間冇人見中。好了，比賽之前來介紹你平時欣賞。好，歡迎蒼永慶先生、李秋霞先生、魏生炯先生、曾敏珠先生。哇，係你先生就國寶級嘅人物，什麼真係可以拜社會拜啊！沒，會講，長命百歲好冇？長命百歲，有客家就有兩條先生，有客家就有你啊，係冇？係啊，我未可以拜12拜哦。冇有，我可以叫。好嘞，啊，有請 TV 嘅沉水朋友。TV 係劉建音得來平白。嚟，同我啦嚇。送发。
你今日啉酒嘛？啊，酒啉嘛？冇啊。那是酒啊，这样不会紧张啊。你们大概双腿冲过的时间没有啉两杯的。张好的时间。张一好嘅好散过些。哦，好的时间应该我较轻松啊。系啊。张好家从唔要冲啊，两个冇该拌就糖唔食啦。哦，啊，就淋落去，就淋落去都糖的是茅塞顿开。哎呦，马上就。但是咧，啱啱調奶，本年都上，唔會講啊。哦。哦，係呢。哦，練習嘅時間都冇有，你學習嘅時間都冇有。所以佢而家嘅商業舞台應該行一啲演講。係啊，那是桂冠當初。應該會是兩種。係啦。係啊。哇！叫咩冇啉到，一係呀你嘅 7-11買。7-11，你哋阿衝出嚟，叫佢買自己買喎，係冇。廿禮拜要黑冇人見咗冇？要爭嘅。要爭哦，要爭好些。要爭。大家要同學嗰度同學啊，你上台哦，就會進步，要必須要進步啊。台灣上課哦，所以上課下屬是唔記得了，唔記得。啊，你要拜嚟比賽哦，嘴哦，教師會啊語言前好。嘴，乜嘅意思？語按嘴啊。講下清楚啲。哦。佢講佢很啱啦。哦。佢只只會坦白，你講清楚。論言道聲嗬，嘅耳聾聾聾啊。哦，唔係啦，這不用輕鬆做會好好啦。要要一陣，要一陣哦，先生嘅花要糖啦。用輕鬆一種要。你講佢創作樣板嘅唐先生嘅講片啊。高中先生。廖先生今日比上一次有較重啊，好一度啦吼。不過還咧都是有強山啦，吼。今日佢本身係有上嘅人，吼，嗰個佢牛師講嘅客話嘅所有嘅寒酸一張啦，吼。不離個佢都係我建議啦，可能今日食嘅。佢創嘅嘅人嘅幹路留也嘅樂曲嘅幹路吼，係喺無清火啦。佢係做得個創較高。所以漂漂啊！係，佢都所有嘅大鹽嘅素材吼，佢都創唔下來啊。哦，佢唔講嘅艾啦、羅啦、錢啦，一三隻司佢都唔拉大啦。吼，做嗌都講無話幹啦，吼。佢我建議佢啦，下一次係有機會來創哦，應該要創個班集師也過一幹啦。個班幹也過一幹。佢國家擊敗應該會較好啦，都講唔會強山啦，也係你強山，加油啦！好，謝謝。你望調下來就會機會啦。對啊，但是係啊，家先生你講，下一擺啊，係要機會再過來吧，係就感覺呢。看一下分數就低了啦，哦，看一下劉景陽嘅分數。分數又較難得嘅啦，哦，咩難講，上禮拜咩幾困難。但是倒來最經驗，有經驗多嘅時間，最緊張嘅部分都較冇按到。有進步啦，我見來見好啦，冇按差咧，上禮拜先。係啊，倒來幾擺啦，好嘛？好，安子姐，多謝，哈，謝謝張醫當草。好，沙來係一天叫帶來羅山歌。我嚟彈開啦。哦
出张桥。天橋之後，係嚇，天橋之講到頭擺哦，廿個年代哦，較艱苦嘛，較艱苦，他家環境咩冇一好，所以細可能做聽書，辛苦啊，煮飯啊，乜嘅都會聽書，阿妹無閒咧，阿爸要出我輩去做公司啊，哦，做公司啊，對呀，人家要乜嘅工廠我做出去，阿爸做揀千叫冇做來咩要啊，我哋嘅大人咧，當然做安尼啦。共梯嗰種啊，對。我覺得阿妹咧照顧自家父母。阿妹睇阿爸見到阿爸要閒嘅叫佢做來啦，阿爸都冇丟卡，都阿妹都愛照顧冇睇。阿妹冇辦法照顧嗰時，都是搖住去佢煮。對，愛煮飯呐，煮飯。以前啊，第一年推才幾乎吧安尼。係啊，唔識煮嘛？一年推唔是。那些時間啊，就會用台做煮飯的咧。哦。啊，燒柴火嗰種，難怪那太細，阿太細同佢冇關係啊，呢度會炒出來，當然啲咯，拜託呀，阿太細有用嘅，阿太細做得些較多啊，我們空氣比較好，空氣好，而家年推較好誒，較唔是啦，唔是按辛苦嘅，對，都讀書讀好了就好呀，對，像有人啊，媽媽今天母親節，對啊，你那麼辛苦還在洗碗，你不要洗啊！我媽媽聽了說好開心哦，想說啊，你是要幫我洗嗎？沒有，你放到明天再洗。今天你放假。先低呀，找先囝不好。按客家話有按呢？按有共飯嗎？有煙語嘛？有按有肉骨語言。有嘛？眾志網行啦。眾志網行。網行哦。放縱你的孩子，你就橫走。橫行霸道，對，跟螃蟹一樣。哦，眾志網行。唉，我做啲強劇。沒啊，很不會做的啦，佢哋要乖就好。當乖。但是心當善良。係啊。雖然其實全部善良，只會可能咧嚇，好有賞識啊，交朋友沒有關係，環境沒有關係。好，按你嚟唱得嚟，嚟唐先生講嘅。唱秋華先生，什麼先生？老山歌講，連叫講安尼客家三體跳，吼比較較難唱嘅吼。啊，你敢挑戰呢首歌曲，勇氣可嘉。啊，毋過唱老山歌，你感覺你根本你表現方面可能冇注意。全部當台上唱，當出去咧唱，所以你強弱方面我感覺說你冇分當清楚，所以後輩時間你輸音幫你當弱嘅，弱因為頭前重嘛，後輩你輸音不拉，啊不夠哈，所以你注意哈。客家人個山歌除了聲以外，韻腳要正，啊，但你高音大音要捉得好，像個劉先生啊。千定嘅寫唔過佢唱歌，佢一頭就已經講，佢就會多少會做人嘅造型吧，各呢一方面就做你好好練習，你已經有進步咧。我而家有笑容誒。係啦，佢笑起來千定嘅寫啊。所以個天橋之後，你也要係喺有機會嘅話，本人就建議你三個雙會有講過嘛，準、軟、穩，呢三方面係要注意嚟講，相信。各位聽起來就比較較順意，我希望繼續加油。好，先生，嚟看下入嘅分數啦。哦，看下一天橋嘅分數。係。是誰啦？啊，冇問題的啦。永遠的大老二哈。
看见我就会有人垫在你后面。真的。我们闹热需要听枸杞啊，系嘛？我们花莲福星啊，真的跟闹热很有缘。有缘，安子谁？大家啊！你就留下来哈，唱错也可以哈。唱错。真係要厲害。咩啊？厲害！誒，我知道用錢厲害。好，沙下來，沙來黃蘇蘭帶來上稿子。嚟等啦。哎呀，色兰记啊，色兰记厉害哦，好老的朋友，你看，帅哥美女，哎，好多人给演唱都按好的，真的。谢谢你。第拜来比，我马上就入关了。系啊，你蛮厉害，厉害啊！表示讲有用心嘛，又有天分，有天分又用心，对不对？用心，有用心去学习的。嘿，对，要多，真的要多练习。真的啊，对对啊，就是因为老公的关系，嫁给老公啊，老公客家人，所以没办法。没有错，是这样。哎呀，做客家新 Q 啊，夫唱妇随啊，是。老公还在啊？不是，老公还在唱吗？还在唱吗？有啊，有因为我们都太爱唱歌了。哦，真的哈。所以老公什么时候要来比赛？那我就不知道。哦，真的哦。不知道。没有人很给了比啊。哎呀，叫他来比，他真正客家人不来比。他有。前一阵子有那个什么流行歌啊，哦，流行族的也有，对，有了比参诶，再回流啊，反杂转了，再来比看。来传统组，真谢谢有这个脑内打擂台。你传统嘛，俺家老公流行，哎呀，各具山头啊，好吗？能够上台享受这个舞台是我们的目标。哦，真的哇，真的，永远为你们打开我们舞台。谢谢，感谢，谢谢。但是这个舞台要靠你们大家多支持，这个舞台才会继续留下去。好，希望啊，你们自己也要唱得好，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对，要唱好，要多练习。是。你是有在慈济大爱那个哈？兼书这个祭。对啊，还蛮像师姐的。对啊。哦。谢谢。是。谢谢。好像是帮我用对，可能他就是法喜充满的感觉了哈。哦，抢归欣赏公平哈。我是今日唱了3个字，记得上礼拜哈，我不讲你唱歌啊，是假实啊，我的旋律美哈。我今日比上回吼进步愈多，尤其个唔明个客家人吼，咱叫头先讲两公婆就按好唱歌，唱歌系当好一种认同啦吼，希望多咧唱歌。今日这首3个字唱到平平实实以后啦哈。不过我发觉讲，你头前戏是
全部用吼，迄咩？高炒咧用那乌料咧，原来咧用可能袂好汤好。第四季诶，鲜香甲两只水为所哈，全腔全都唔会动，甲有多少卡卡迄种梅头哈，转眼能够做得咧练得好流畅的，咬实好讲，说的样那些。心机会很好了哈，加油！好，新闻先生，安尼才先人夹出夹个认真搞啊咧，嘿，唔知认真在学啊咧。好，新梦，看下分数。好，看王淑兰的分数。新梦先生，哎，手兰记啊，91分啊，很出，谢谢啊，保留下来啊。安子生，谢母亲，他注意点就好了。谢谢，安子生，谢坤哈。好，我来沙下来。沙落去陈书我带轮到三个。来谈个啦。山歌苍狼，老年绵呐，从事了。山歌来见言呐，老人堂中。天风顺呐，后上唐尊啊，太传前呐。是马子好，真啊，其实我懂感通对吧？明白。我看伊咧比赛，单枪是伊咧传统组的，也5位参赛朋友，只有2位唔免客家足球的朋友。嘿，真的哈。按好冲的你客家歌，按支持。对啊，所以表示讲，哎呀，26年来啊，客家 VNV 成立以后，真的哦，推广客家山歌，唔单唱嘅客家语言好犀利。真的。还有青岛无强用出群的。对啊，真的所有客家朋友的功劳啊。嘿，是梦的哦，真的哦，还有唱高欣赏哦，哎呦，还有你去唱人里比赛出去的冠军歌手，哎呦，哪一指头一下，同学，梁淑优啦，同学，苏优啊，苏优同学，我这一次那个就是那个 Hill 上。我本来我本来都 Hill 上我上课的时候有唱，他觉得我发音很奇怪，他也不知道怎么来纠正我。后来他有去请教前辈，前2天他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现在是新传师，有在搞那个冲客家歌曲，他也是老师嘛，他说我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我就很感动。他就说，因为他在搞那个后楼营的后嗓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来去指导他们，然后说我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他有去帮我问，然后前2天打电话跟我讲说，先发黑
黑嗓。有几只鸟啊，我现在就把它记住了，就是黑嗓。对啊，真的很感谢苏优同学。黑我就会想到，我就跟你嘿嘿嘿。不要坑我，真的感谢。让我在学习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动力，然后有找到一个方式。对对对，真的，没还是一样，你讲的要有心呐，有心，有嗰種心來學啊。教學相長啊，同書友嘅欣賞，你還很去欣賞啊，沒強用嘛，很欣賞。哦，你愛問題就愛問題，這很感人。對，我很感動。佢教我，佢就做在教其他嘅唔係客家出拳嘅朋友嚟啊，係嘛？哦，你根本講出來咩有聽到，唔係客家出拳嘅，你就知道係真有辦法。不會，等下大家都只會記得我要跟你。那頭呢？頭呢？還是有點挑哈。一點，我還是會有閩南。有一些些哈。頭。哎呦！有咧，阿楊要做得咯。有了。阿楊要做得，我記得嘅發音嘅 V 好，這不容易啦，真的冇簡單。真困難。來，從出嚟唱民族欣賞歌。人講學山歌啊，嗬，心轉色傳。哦，你嘅心肝要響到呢位，唔是做得去克服。哦，唔係水地咁樣擦傳。唔係心轉色傳，色傳。對，嗬。雖然係學路人，但是見比長度冇乜嘅學路強。雖然要比較下小心嘅，一時都嘅唱，嚇，但是呢，雖連貫起來還做得好，非常嘅成果很好啦，嚇，所以我給你分數蠻高的。哎呦，什麼先生？繼續努力啦，嚇，我相信你做得唱到很好。哦，慢慢來。累積你嘅經驗是做得嚟。好啦，看一下大家分數。好，看一下陳書豪嘅分數。什麼先生？24分啊！哦，24分呢？哇！哎呦，一個分呢，先生。我本來24分啦。施張強也。哦，施張強也。什麼先生？施張強也。哇！讚。所以我們收蘭記啊，對不對？同樣你們族群的好老朋友，好朋友，好嘛？係啊，加油，互相學習，互相砥礪一下，互相勉勵一下啊！好，謝謝，我們做設計。哎呀，這熊大哥啊，原來 V 也抽6禮拜，聽啦，唉。希望繼續做啊，伊哈，伊雙拜有抽過啊，抽4禮拜樣係嘛？咁要按久？雙拜抽一段。林老師咁要抽到按久？2禮拜有下來啊，哎呀，拜2禮拜應該有。啊唔係，唔好聽啊，哦，稍後咧連結用帶嚟平板。476
帅哥美女又见面，永欣赏后又见面，母亲节快乐！谢谢。母亲节，你要播出的时间，你妈接了半年半都够嘞。你要播出已经99重阳节，人家已经叫做99重阳节，你客家人要上腔的啊，哎，自从因为客家人，嘿，所以佢特别了解他是客家中的客家人。是强哈，发挥客家人的精神，对吧？哦，英语就会变到有吗？对，冲出来哦，唱高中情商。林老师也一道收花，小口一道。林先生今日创个评判，主家来讲强用诗章强言，哦，创来相当好，我真欣赏。哎呦，但是结论都讲脱骨头啦吼，我老人建议，可比讲像已经落来学创嗰個老師創嚟實在當好，係相當欣賞啊嚇。已經落落啊落，但是學創嗰個創詩，而家學創了不一定要用嗰個流詩啦，唔是這個係學創啊歌啊係。我也是我建議啦，吼，像面底了強樣的意思啦，吼，唔係講做唔得做得，吼，是講樣嘅創會較好聽，偏偏這兩隻詩愛聲音啊，哈，但是其他相當好啦，吼。哦喲，加油！好，謝謝，呢個要幾飛做上去啦。要幾飛哦，唱蘇我知，來，蘇蘭，好，來，準備好了哈，好，好，來看林傑雄嘅分數。其實我之前就聽過芝芝了啊，看到強大福音兄給他樣片，李波都就有同芝芝，他就在他的那個房間裡面，彈吉他，然後一起在那邊。但為什麼一定要約到他們家的房間裡面？我都去了，你覺得是怎樣呢？啊，是不是？搞不好他的口味比較重。準備好了哈？好，好，來看林傑雄嘅分數。評分啊，用就搶。是冇過關啊？沒啊，評分不過林老師就繼續抽得給點還是保持就是兩關吶，哈，還是可以有坐上衛冕者寶座的機會。先幫你抽一下哈。對了哈。然後就搶你嘅傑雄欣賞，搶死抽中衛冕者寶貝，強用衛冕兩關哦。老年音樂會，哇！今日的節目不得了哈，有搶到亞威新秀了。算係哦。對啊，對之前另外一個比賽的節目的《森林之王》脫穎而出的一個歌手。係季軍呢，第3名，才《森林之王》做得到第3名。那個幾萬人呢？幾厲害嘛！幾萬人選出來。唱係按樣，2023年的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年出民族嘅。哦，演出名，所以今日有搶到亞邊演出名的朋友，是吧？演出名的朋友，哇，那先日唐吉唱歌，大家好好來訪問一下的啊，歡迎芝芝郭志瑩。陽光照會灑熱些汗水，趁着餘光該勇氣向前，讓我們的大氣肩膀都圍着希望。幫你攜帶起手心團結，創造屬於我們的藍天，期待站上勝利舞台。I say 加油加油，為到夢想堅持下去。加油加油，很有愛同走吧。Say 加油加油，走吧，這一站目標明確。加油加油，享受超越自己。
闪耀着星光，梦的抱着不跨越失败沮丧，有你们的奋力鼓掌，呐喊希望，抓紧机会，不出不后悔，谱写属于我们的信念，期待战场胜利舞台。I say 加油加油，为了梦想言辞下去。加油加油，很有爱同走吧。Say 加油加油，走吧，这一站目标明确。加油加油，享受超越自己，没有极限。放开手去闯。唤醒力量，在此刻绽放。I say 加油加油，为了梦想言辞下去。加油加油，很有爱同走吧。Say 加油加油，走吧，这一站目标明确。加油加油，想着超越自己，没有极限。原住民的朋友唱歌，原住民的朋友用哎，对啊，你们是怎么了？浑然天成哎，就是行云流水，还是要出力啦，还是要出力啊！你都用哪里出力啊？哎，下丹田，下丹田，你的丹田在哪里啊？他整身都是丹田，他全身都是丹田。哎，刚刚这首歌罗哥都跟着唱了，你知道吗？对啊，你还有一个后半，还好我们没开声音，不然它会影响你。对啊，我一直在加油加油，哎，屁嘴跑掉。哎，还好那边 OK 啦。OK。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吗？这首歌我有没有听错？它是客家字哎。对呀，有客家，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阿美族语的文字。真的，因为这个刚好是要因应这个2024年的那个原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的主题曲。我们现在原客1+7，你知道吗？原客1+7，常常有机会合作。对啊，17台、16台，2隔壁而已嘛。我们就邻居而已啊，很近啊，很近啊。对啊。然后其实这次我这首歌也找了跟客语有关的创作歌手一起合作。真的？对，就是我们说来听听。功德来自苗栗的。功德，那边功德。你积了很多阴德，才可以找到功德，真的。功德无量，知道。功德无量。我们的渊源也是太久远。功德也是我们非常推崇的一位客家籍的歌手，真的好棒哦。其实我之前就听过芝芝了啊，就是因为功德发影片，哎，功德发影片，然后我就看他跟芝芝合唱。为什么会看得到？走马看得到。走马宽的豆，你加到 IG 就看到了，什么意思？对，欢迎加我们 IG。我还以为你们有一起参加什么活动。没啦，就看到公的分享给他样片，底波度就有同芝芝，他就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嘛，哎，我也去过，就是那个房间那里，你弹吉他，然后一起在那边，对，我们在那边一起创作音乐，对不对？这首歌也是在那个房间出来的嘛，对，我们自己玩音乐玩出来，然后所以那个加油那个那是功德想的，是。我想的，你想的，我没有，我是他赶你，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我想说，因为这首歌是要符合青少年，就是阳光热血，然后就算我们已经超越青少年的年纪不能比赛，但还是可以在旁边一起唱，对，然后一起加油加油，很热血。而且你是运动员哦，应该说是运动员，你是篮球国手，篮球选手，看起来很像吗？还好像不是原住民本身天生就是有那个感觉就很有运动细胞的感觉啊。没有啦，其实就是都很会跳舞，对啊，然后都很会唱歌，然后都很会，感觉有没有？很少也有不会唱歌的那个原住民，我没有遇过哎，有我没有认识。Sakinu，
他是讲笑话，是不是？他是有别的长才啊。他有别的长才，但一定就很会聊天，是不是这样？哦，有氛围感。对，然后其实我不是运动员，但是其实在4年前我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全明星运动会》。哦，你有去参加哈？对，很辛苦哎，那个要练习很久时间。好像大概练了快40个运动项目。哦，对，真的假？头发都练白了。真的从那时候开始发现，哎，怎么头发越来越这样？哦，真的，晒到黑，但是头发晒到白。哎，真的，那你多了30-40项技能嘞。对，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要把这个热血要记录在这首歌里面。哎，这首歌其实很棒啊！它除了客语嘎有嘎有之外，它还有它刚那个原名的吟唱，那句是什么意思？其实原名语的加油吗？我是放在间奏有一个是。只在读萨读路萨一责任，就是说，很像我们在喊声一责任。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我有名血统啊，看不出来吗？你有语言天分呢。这赛读萨读路，就说我的 short term memory 很厉害。还是你本身有原住民的血统？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客家人都有。难怪你那么好聊天。我们客家人都是平埔族的。有可能哦。哎，对，真的，不要乱讲哦！你现在要蹭人家原住民。我们原客一家亲。是原住民真的很厉害，他不止华语也包办。哎，你看原住民语言、客语，你看他现在来加入，你看。我就加入那个123加油123。台语啊，台语，你看那个曾伟忠必损。必损那个现在点阅也是1000多万，还有最近那个邱军。哦，点在一个世间海海，有人会知。哇，罗哥你好，与时俱进哦。罗哥真的是接触很多新的东西，每天在接触，还在听，因为家里有小孩。哦，孩子会推荐，对不对？哎，在这首歌之前有接触过其他客家歌吗？其实完全没有哎，反正都是。我基本上应该是我的生活环境也都很少接触到客家人，然后直到我开始做音乐，都住在山上，山上没有客家人。刚好我是山吗？我是山上混海洋的。哦，难怪你唱歌就是他刚刚讲说奇怪，他唱几个原名唱歌就有种山海的感觉。我们客家人就是山跟茶。对啊，有山就山而已。有山，然后还有茶的。有山坡，有山坡。哦，你是山上跟海上结合的。对，就是阿美跟卢凯族。哦，山海，难怪他的歌声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而且又是森林之王出来，哎，森林之王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去当一次魔王，我就觉得我可以很 chill。魔王才最恐怖。不是，你们在后台练习就是。你知道，那么你们在那种练习就是没有在客气的，因为冷气彼此呛来呛去，呛来呛去。哦，对，一个压过一个的。对，一个压过一个。我们这边也有啊，很多会在那边走廊那边练习啊，都在练那个杂菜。有，我刚刚有听到那个雨涵在外面练，因为他也算是我的客家创作歌手好朋友。哦，真的哈，对，你们年轻的一群，都是你音乐人，很棒，还有功德。对，所以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客语的歌曲。哦，哎，对啊，也要麻烦你们。哎，可以这样交流，好棒。对啊，对啊，希望哪一天可以真的有完整的一首。但你怎么有机会跟我偶像认识呢？功德。因为我们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是网友。18啊，有点久哎，有一段时间，5年前呢，5年前多前，网友。对，那时候我就已经大学毕业回台东工作这样子，然后想说下一步要干嘛，然后怎么知道？哎，怎么有一个私讯，然后他讲。他就私他私你啊？他私我。哎呦，功德这么主动哦！我也意想不到，因为很少有人这样做啊。他怎么会知道？他就直接说。从森林之王认识你吗？好，那时候我还没比森林，这是最妙的。他是在你的社群私你还是？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就说，哎，要不要一起来唱翻唱？哎呦，然后很多人交往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开始的。哇，你突然公开了功德新女友了的身份？不是，没关系，我们不会讲，我们不会讲，我们不会讲，我们不会剪呐，我们不会剪，全部保留。我那时候就看到他说，哎，他长得好像还蛮正直的，就觉得好像可以赴这个约。他长得是个好人的感觉，就长得像内心呢。内心我就上去了台中，我才知道，我就是因为他的讯息想说好了，应该不危险，我就直接。那你也蛮随便的，从台东跑到台中去，你还可以 feel 到哦。哎，结果他真的是个好人，对不对？还不错，就他真的很喜欢音乐，他会找很多人去跟他一起 featuring 一起玩，真的，连我他都找了呢，所以我才去过他家啊，我才认出那是他房间。对，他的房间真的藏了很多音乐人，对，就这样默默的就。
跟他认识到作品，对不对？哦，很棒哎，这样交流很好。对啊，越交越交。音乐人就是这样，他碰到好的这个才华，就很想要认识，对，想能够结合起来，然后创造出更多。功德真的就是这样的人哎，他就是喜欢，他就跑过去蹭。但为什么一定要约到他们家的房间里面？因为他的房间就是他工作室有乐器那些东西，现在都比较宅路。我都去了，你觉得是怎样呢？是不是？搞不好他的口味比较重。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很奇怪哎，有礼貌一点好不好？有没有今天想要带来一首属于你们自己的创作吗？我就带来我去年2023年刚好有比那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头奖那首歌，头奖首奖的那首歌，它叫做《阿公的鱼》，就是阿公的鱼，就是用阿美族语来写的。阿美族语哈。阿公钓的鱼，然后钓回来的时候，阿嬷就会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说。来家里吃晚餐，对，一起来分享这个丰收。对，不是说要煮咸，还是要煮那是台湾人，OK，那来听一首这个。阿公的语原名那个阿美族语怎么讲？福定。福定，好简单哦，4个字变2。如果是米福定就是去抓鱼，阿公米福定就是阿公的鱼。阿公米福定，阿公哦，你们的阿美族语也叫阿公哦？其实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家已经习惯了，就叫阿公。对，因为毕竟我们在同化了啦，已经有一些文化交流。是融合了，我们 fusion。阿公的什么？阿公的鱼，阿公的鱼。吃到那种原住民的吟唱那种吼嗨嗨，那种吼嗨呀那种声音一出来，我觉得就不一样。太丢了，对不对？太客家了。
这个台东蕾哈娜，是的，刚刚台下有你粉丝，外找。哇，这个巴萨罗巴听起来就很好吃的。巴萨罗巴，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哎呀，哇！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爵士音乐。我每天就是早上起床，如果在家里的话，我下午起床，不是早上，对不起。他的黑夜也跟白天跟人家不一样。对，我是日夜颠倒的。起床以后，我就在家里，我就会按。接蓝牙，然后就放一些爵士音乐，然后老人家嘛，就是喝点咖啡，喝茶，我是喝茶，他喝老人茶。对，我甚至在做运动的时候，我旁边听的都是爵士音乐。真的哦。我不是放那种让不是芭蕾，咖喱芭蕾。我是比较属于优雅型的健身。芭蕾不优雅的，就这样就可以练成这样，练成一个好身材。对啊，还有6块肌，今天不方便露。OK， 没关系。我回去练练看，下次换我哦。我觉得你好享受舞台，真的，真的，没有就自自在在。看你这站在舞台上，真的是一种，就是很声音也是，嗓音没对，年轻人喜欢那种对，都是用那种低过量的声音嘛，是这样，就是比较包在里面。但他除了这种声音以外，还有其他的共鸣点，就是他的山与海的声音。那吃到那种原住民的吟唱那种吼哈伊嗨那种吼哈伊呀那种声音一出来，我觉得就不一样。太丢了，对不对？太客家了，太客家了，你真的客家。客家，你客家共鸣点同跟原住民的声音真的不一样，真的，随便嗨一下就是。真的，教我们一下，教几句原住民语，好不好？不，好啊。原住民语啊，刚刚有教过了，阿公的语啊。对啊。福定是，因为他是阿美又是卢凯，表示说会有2种语言，对不对？简单的教一下。对，有简单的。那我们今天初次见面就来个你好，你好，你好。阿美族语的你好就叫做我爱好。爱好，哪位好？我爱好，对，我爱好，我爱好，你好，安尼感觉，哪爱好，可以吗？可以。好，哪爱好。然后卢凯族语的你好就叫做沙宝，你好，看到你就沙宝，我爱好，沙宝，完全不一样，完全没共用我们叫你好。你好，是不是？对，爱好，几毛好，爱奶毛好，爱咩以后太搞好，太搞好就知道了。太搞好，爱黑吃锅吃饮。哎呀，娘娘的品用娘毛，桂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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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搞好，爱黑桂子饮。哎呦，桂子饮，酸标准，那我们客语叫暗字 C， 你知道什么意思？暗字 C。就是客家的谢谢的意思。谢谢，就是非常仔细的谢谢你的意思。谢谢，表示你没有接到。什么？就承蒙你安子 C， 对，安子 C。那你们的语言的谢谢怎么讲？阿美族语的谢谢叫做阿赖。还有个弹舌音，弹舌我就没办法，我大舌头。阿赖。哎呦，有一些谢。对，是那个人，所以我老婆不太喜欢我，舌头不够灵活。难怪所以你是混血儿嘞？有混山跟海的。阿密斯跟卢凯族的混血。对，其实他们每一族之间，我们其他族人，其他像我们客家族嘛，客家人看觉得好像差不多，但他每一族其实差异好大，各族的那文化、图腾啊，什么都不一样。不一样呀，衣服也都不一样啊。黑啊，对，像阿美族的衣服，它的颜色组成就比较亮，像可能亮的粉红色，真的，白色是，然后亮黄色也都有。可是你看卢凯族的衣服，它就比较沉，像是暗红色、黑色。你比较像阿美族还是卢凯族？我觉得我比较像。两族的优点是不是？对，卢凯族有一些阿美族的身高，然后有一些卢凯族的健壮的那个运动能力。真的，深邃的眼睛都吸收到好的啦。对啊。那眼睛怎么讲？马大，阿美族叫马大，我们叫木族。没有，我们的眼睛叫木族。披拱。这个你们怎么讲？
嘴巴叫做我有点忘记了。哦，我们叫追，所以不会叫追巴。不会，就是追，哦，如果有人这样教你，就是乱教。对。好，我记住了，还好我还没有学到追，我要学最正确的。是。哦，我学到一个，本你休息。哦，本你休息啊，让你笑死，是不是？本你休息，这是那个雨涵教我的，真的。哦，他是常常他教你客语，哇，你常常逗他笑的。他应该是笑我们的那个。哦，本你休息。哎，你们原住民应该很会讲一些比较好笑的那一些啊。你说像什么意思？故事啊，故事吗？对呀。我们家都比较安分守己哦，真的，哎，这句话就蛮好笑的。对，反应很快，原住民的朋友都很幽默。对啊，比较乐天那种感觉。有没有什么歌改编的那种比较？那个我可能要请黑旋风，请黑旋风来上节目的时候，他们比较会。你们要2+1一起来开个 talk show 时段这样，可以。不过真的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愿意来上我们这客家电视台的节目。我觉得也是因为做了那个嘎油，然后开始生活开始越来越多客家，就有客家人是不是？我觉得哇蛮有趣的，然后连音乐上面原来客家的融合也是，对，什么都可以。其实现在都可以了。对啊，其实你说原住民的音乐现在其实也很多变嘛，对不对？客家音乐其实也很多面。哎，我每年看那个台湾原创音乐大赛，我都很喜欢原民族的，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参加的会很有秀的感觉。哦，他们呢 pose 有舞蹈呢，对，客家的也不错，然后你的也是，客家的也很好看，何洛雨就。也不错，都很棒，今天谢谢你，真的谢谢芝芝来玩，加油！观众朋友他们要多多支持啦，果子饮，我是果子饮，IG 叫什么 ？IG 叫做 KKKK31448，哎，好难记，叫芝芝果子饮就找得到，对，芝芝就找到了哈，芝芝为芝芝，哦，谢谢芝芝，哎，好聪明的朋友，加加都报名了，哎，加加打电话。人96667人6人，等下就给打电话。哎，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啊！什么大家？多谢，哎呀，谢谢芝芝，芝芝为芝芝，请找芝芝哦。什么小康老师还有梦翠情商安子生，辛苦了，辛苦了。什么天宠跟董仲也辛苦了，安子生。哎，好了，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农业大擂台，农业共下來，再比就是拜拜。